中风无一定是发生伫咧寒人，这天气上热，一直咧变寒，若准无补充水分，这身躯一直咧欠水，也是会引起脑中风。医师就提醒讲，这个脑中风是会当预防的，除了补充水分，也爱来控制高血压、高血油，也佮有高血糖。毋若是秋冬，连热人嘛要注意脑中风。医师表示，天气伤热的时阵较易出汗，若无补充水分，就较会出现脱水的情形。脑中风的风险嘛大大增加。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脑血管疾病是台湾民众10大死亡原因第5名，111年就夺走12000人的性命，平均每42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脑血管疾病死亡。因为温度高，我们身上的水分散失，有时候呢，你没有补充水分的话，它血液比较粘稠，可能对于这个血管阻塞呢来讲是比较不利。医师表示，脑中风除了低息率，中风引起的失灵甲病尾，是造成患者甲照顾者沉重的负担。不过，其实脑中风是会当预防的。若发现有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伤悬、心房震动，也就是心脏黑白跳、运动量不够、体重伤重、有咧食薰，或者是有脑中风家族的病史，这8大危险因子内底，有任何3项都属于高危险族群。如果你有这8个里面的3个的话，就表示其实真的是要注意了。那这个部分的结果是由脑中风医学会来综合国际上跟台湾的资料所提出的一个方法。医师提醒，要救脑中风的关键，就是要量早发现。民众会当透过微微啊笑的时阵，看喙甲感受挖一批，双手伸服直，看感受一只手袂指来怎垂落。也有讲话敢讲会清楚，来判断感受中风的现象。若发现有中风的警讯，就要随卡119，赶紧送病院，争取黄金治疗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